社庭园来关心生态，伫都市的毒鸡棚往往找无适合休困甲讨食的所在。有环境职工就专业去台南这个新市区种这个地树的农园内底，找适合这个树蛙甲长期的树棵，为这毒鸡棚来做一个会当安心的栖地。 伫咧画面内底，会当看到一张环境职工听讲师黄建雄解说要如何修剪树花，而且目体伫咧城市找无所在通住的毒鸡棚，打造一个适合住的环境条件和住所在，让它的这个土壤可以更保水，然后吸引一些土壤生物来这边食用这些枯枝落叶。大家听完讲师解说了后，职工朋友嘛开始动手捡树叶啊和树枝，而且首先甲回收灯来查，将这是毒鸡棚要大旅馆。未来这边大量都市化之后，这里很有可能会成为生态的绿洲，很多物种可以保留在这里。毒鸡棚和一般的棚同款，无浪费人力，所以协会就一摆活动，和环境职工找找适合电气树枝，来替毒鸡棚打造一个安心酷暑的好所在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